主后2025年2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将来会安怎？圣经咱做来听读《民数记》24章14、19、25节。巴兰阁对巴力讲：当我要转去我的故乡来，我甲你讲，将来以色列人会安怎对待你的人民？伊就念诗讲：比拟会囝巴兰的预言，目睭看清楚的人的预言，有听见上帝的话，得到至观者的知识，看见全能者的异象，拍地目睭金金的人的预言。我看见的毋是现今的事，我观察的是将来的代志。有一只星对雅各出来，有一个统治者对以色列兴起，伊为侵入摩押的边界，为占领塞德的领土。伊要征服对敌以东，互因成做伊的产业。以色列为愈来愈强。有一个统治者为对雅各出来，伊要消灭城内所存的。巴兰阁看见亚玛力人，就念诗讲：亚玛力是列国的头，毋过伊最后会灭亡。巴兰阁看见基尼人，就念诗讲：恁徛起的所在坚固，恁坐守伫山岩。毋过基尼会衰微，最后互亚述掠去。巴兰阁念诗讲：哎呀，上主做遮个代志，啥人会当活落去？有战船对其提来侵犯亚述，攻击希伯，因嘛会永远灭亡。巴兰就起身倒去伊的故乡，巴力嘛转去。将来会安怎？大多数人拢重视将来，学生为将来的发展追求学问，积极考证照。这场工作者为着将来的升迁甲福利设定目标，努力达成。股票投资者、教育工作者、科技业人士，无毋拢为着将来先做设想。无论是谁，拢在谈论将来，但是有谁会当确定将来会安怎？基督徒的将来阁会当安怎呢？民数记22章到24章记载，上帝毋但借着巴兰的喙，将咒诅转做祝福，最后也宣告以色列将来的景况。过去以色列人掠做家己是欠缺的，亲像草莓遐尼渺小。不过上帝借着巴兰，互以色列人知影，家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，因比别个国家搁较蒙福。将来上帝应允，有一只星对雅各出来，有一个统治者对以色列兴起，以色列会哪来哪强。以色列虽然是世国少民，但是伫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贝。伫旧约中关系以色列的预言，伫新约中大部分拢已经应验，特别是伫耶稣基督身上应验。换句话讲，以色列的将来就是寄望伫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基督就是迄位对雅各出来的名星，也是上帝所兴起的万王之王。将来伊要拍破罪恶甲死亡的关系。面对将来，无论是有关未来社会、科技、政治局势会安怎发展，或者是个人是毋是会当通过考试，伫工作上升迁等等，基督徒甲未信者的人共款，拢是充满无确定性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有一项对上帝来的确信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、拯救、应允甲掌权。既然耶稣就是人类永恒的愿望，
基督徒上好的选择就是军队主耶稣。当耶稣过活了后，捌往彼得显现，佮问伊3遍：你有听我无？彼得回答讲：主啊，有，你知我有听你。当耶稣爱彼得养饲伊的羊，彼得记另外一位的门徒问耶稣讲：主啊，这人会安怎？耶稣回答：我若爱伊活到我来，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来对我。军队耶稣具体可行的行动，就是学习用耶稣的方式来对待人。有一位姊妹原生家庭是民间宗教的信仰者，细汉的时因为朋友邀约去教会参与活动，当伊将家己的喜乐甲妈妈分享的时，向妈妈禁止袂使搁去教会。后来，教会一位罪恶老师来到姊妹的家拜访，伫伊妈妈的眼前，甲生日礼物送互伊。姊妹讲，伊迄时已经袂记得老师的名，想袂到老师毋但袂记得伊，阁记得伊的生日，而且亲自送礼物来到伊的厝呢。过去，伊的妈妈禁止伊信主，最后伊的心选择归属主，接着一位画出耶稣样式的主日学老师。默想，主耶稣是安尼法和阿米加，是起头和落尾，是开始甲终结。我的将来完全属伫主耶稣。主耶稣是安尼法和阿米加，是起头和落尾，是开始甲终结。我的将来完全属伫主耶稣。咱来祈祷，在早、现在、以后永在的主，求你赐了永恒的眼光，互我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，看身边的人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